做田的呢，愛看天氣以外，也上該驚病蟲害，親像河豬、煙草、龜仔呢，就破壞稻仔，或者稻仔烏去，或者是變做拍石，影響到這稻仔的品質。有農藥來用，效果是真好，不過若是有機種做，就行袂通啊。農業部呢就發現講，用這白芎菌來防治河豬、煙草、龜仔呢，數量會當減少75%到80%，而且這污點米的比例也會當減少4成以上。稻仔生長的過程，雙驚害蟲影響收成，像畫面當中這個台灣在內的河豬、煙草、龜仔的枝樹米有黑斑，也是變空心的。過去使用農藥防治的效果真好，不過無適合有機種做。農業部拜五開記者會，推出用白芎菌驚殺害蟲的方式，消滅河豬、煙草、龜仔。它影響就是這隻蟲會去刺吸那個菇子嘛，然後就會產生很多的黑點。減少這個蟲之後，它說可能只有一兩%的比例會被淘汰。農業部講，台東區農改場自2025年為第一期做早冬稻仔，甲第二期做晚冬稻仔，開始做生物防治實驗，發現田裡的河豬、煙草、龜仔的數量降低75%到80%，而且出現黑斑比的比例減少4成外。到14天呢，差不多70%哈，攏會當感染到這個可以破病就對啊哈，規個就第一講甲這個族群呢，甲壓落來，技術授權的方式呢，來寄轉和這個咱的國內的生技廠啊，來做量產。農業部指出，未來這項白蟲害防治技術會當加做有機農業的工具，就會當降低白蟲害保護稻仔的生長甲米的品質。記者吳金陽、王志剛台北報道。